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今年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已经报道。今仔日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个桃园的观音，干那13度尔尔。气象署早起是针对1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各地气温是愈换愈寒。因那这波寒流会一直寒到拜6礼拜，上寒的时间就是伫个拜4暝到拜5的透早。中部以北可能干那9度，因那1500公尺的关山嘛可能落雪。今仔早起民众出门拢会穿厚外套，因为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来，各地温度明显下降，而且是愈换愈冷。气象署针对台北加新北等10个县市发低温特报。20拜3开始受到寒流影响，各地天气拢正冷，容易有10度以下的低温。那这波寒流上冷的时间，应该是2月拜4暗时到2日拜5的透早。21号的晚间到22号清晨，台北这个地方的温度是有机会下降到10度左右的，因此我们预期这一波冷空气它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强度。在落雨方面，气象署讲，面风的北部、东北部地区、恒春半岛等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，中南部地区是有连山雨。外界关心讲，这波寒流是不是会带来降雪？气象专家讲，温度计搁加上水气板。21日暗时到2日透早，桃园以北1500公尺左右的太平山、拉拉山，拢有机会落雪或者是落冰花。1500公尺以上的这个高山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在1500公尺以上的这个高山是有机会下雪或下冰线。气象署讲，23拜6日时开始，这波寒流就会开始减弱，不过各地天气依然偏冷。24礼拜又有一波大陆冷气团会来，到时温度阁会降，所以这礼拜有2波冷空气落南，民众出门时阵爱穿较少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